再来看大罢免，就要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了。国民党向连署罢免的31个立委全面备战，邀请党内4大天王蒋万安、侯友宜、罗秀燕甲韩国瑜斗徛台，讲韩国瑜收到上多的邀请。 国民党抵抗罢免，家母带家仔囝要催出反罢支持者的投票意愿。其中，立院院长韩国瑜上届人气排第1，行程是包括北中南，除了互党团总调鲍坤基邀请到花莲徛台，中部甚至有南委，一日就有6个行程甲邀请，连党员、党籍里长参加的各本会报，嘛拢希望韩国瑜会当出席。 韩院长，我相信他会以各种的方式，然后来协助同志。其实不只是协助国民党啦，我们这个在野的力量哈，能够来去打这一场反恶霸的一场战争。韩院长尽全力，湘北市长蒋万安、侯友宜，还有台中市长罗秀燕嘛拢正拼。不过，敢若靠拿军来拼，敢若是无够，还要靠草爱的力量，才会当催出更较侪支持。也非常感谢民众党，在过去好几场，不管是罢免 绿委或者是反罢，其实他们都已经有非常明确跟积极的表态。以台北市的部分，大家也会看到比较具体的蓝白合作的一些方案。顶个月，甲白营议员林定宇做伙呼吁选民投无同意票。台中立委廖伟翔甲蔡碧如嘛做伙宣讲。齐卡心、罗定伟、洪明凯嘛前后上关注的节目。目前拿赢内部评估，反罢的投票率就要冲到65%到70%，拿白才会当伫立院继续占多数优势，才不会调。守护民主制衡的一个战线上，我相信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们这一部分，我想跟民众党的很多的互动跟默契也都是非常的好。那毕竟是同是在野阵营，一起努力。要甲国会收调小野大的剧本，定着爱拿白合。那绿营甲罢团的动作嘛拢无停，双方继续交锋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